合报道。即阵南部的厝价嘛直直的起悬。根据内政部的资料，最近5档内买厝压力加重的前5名，就包含台南、高雄甲嘉义市。外界就认为这是受到台积电科学园区也有交通建设等等的影响。民间团体表示，政府应该来检讨政策，唔通互经济发展也有土地开发甲厝价贴甲这么悬。来到高台地区，四界拢是兴建中的建案。高雄最近受到台积电设厂桥头工业园区这个议题影响，房价大起。以南仔坑做例，疫情前30平左右3房含平面车位大楼户，开价700多万，即马拢爱1000万起跳。涨幅大概是抓35%到45%，楠梓产业园区一直到南高雄、亚洲新湾，就其实有很多区域都是一直有在建设发展的。那这里的需求也会提高。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资料显示，比去年甲5年前第3季房价所得比，买厝压力加重的前5名县市，第1名是台南，过来是台中，南部的高雄甲嘉义拢上榜。刚出社会的时候，房价差不多透天的200-300万就买得起了。可是现在连最基本的套房也买不起。建案一直起价销互民众买袂起，像台南永康甲安南区，因为有重大中划区规划，敢若前2年起价幅度到6%至8%。从化区的开发，那相对的呢，对于这些土地的这建商的购得呢，它的成本也相对高。嘉义市因为台积电这个议题影响，唔若头一个买厝的人买袂起，想要换厝的民众预算嘛爱加较济。不管是买房或者是换屋的预算，其实都已经远远超出预期的数字了。房仲认为，南部房价起价原因包括科学园区交通等重大建设、大商回流和日钱增加等。不过，民团认为根本的原因就是政府带头把地价插悬。过去政府的开发都是他做了开发之后，直接把土地拿到市场上去标售，价格最高就拿到这个土地。事实上，他就是把土地的价格垫高嘛。然后开发商土地就是贵买贵卖，扫地起价幅度赶袂到厝价起价幅度。民团认为，目前赶紧爱做的就是政府应该重新检讨土地开发政策，卖互经济发展加土地开发，颠倒互厝价变愈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